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》嘅节目，我係综艺群阿群妹。寒暑時節啦，我睇到天公熱起落熱，哇！我就會知道哇，前安部就會睡唔到覺。故說啊，12月12號，下個電視台有一出新嘅戲劇，叫按到天公熱向下起落熱。上來呀，落熱啲嘅講乜嘅快樂嘅事情咯，先嚟看一套樣片。我當初已經輸了，我不想要這麼快生小孩。是你讓這小孩受苦的。奧斯卡的事情還來管，都是因為你把我害成這個樣子的。我很想賴，我是特意把我叫成小樂，你知道嗎？我係想改咩小樂唔啲嘛，小樂是啲嘛啲嘛。做唔對，爸爸做唔對，這個不是你對啦。你要錢就拿出來，哪一板栽？你這樣沒有中你，你超係有中嘅。我現在承認了，我的媽媽不愛我。你們也承認吧？既然按你，緣分快樂。對你哦，這是懵的。你們的媽媽也不愛你們。你一定要加重，槍箍起架。做一個阿爸，也沒去用失敗，黑愛本奧斯卡吃到愛唔愛記。樂園我來啦！哇！阿群妹其實頭一擺看到有個預告的時候，我覺得衝擊很大。總來講到，因為你看到明天一起去樂園，也係一件懂歡喜、懂快樂的事情。還有艾莉跟他彈到的音樂是小星星，也係很快樂的一個旋律。不過，你看到的戲劇，佢哋都係內容，哎呦，吃到一槍，同家嘅名嘅遊戲嚟冇共用，家家來分享。戲度歡迎演員，歡迎溫迪星溫大哥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溫吉星，兩擺地明天一起去樂園飾演李正雄，大家一定愛收看哦。好，聽錯愛收看哦。三號了，係艾莉嘅朱嘉怡，歡迎嘉怡。阿群妹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朱嘉怡，平本年同歡喜來呀。哇，三號了，係艾莉嘅偉玲，歡迎偉玲。大家好，我係安偉玲，歡迎大家聽咗收看。天公熱向下起落熱，哇，懂聽。其實三傻演員當中只有溫大哥，你去改係行業，其兩傻全部都不是客家人，對不對？行法都會硬練呢。不過撲起撲踢以後，現在都已經稍微可以拼湊出一些句子了，對不對？錯。對不對？好，你看糖的是杭州的來講，好，轉到你剛剛那個明天一起去樂園，我們剛剛看到了，知道了這個名字叫明天一起去樂園，那看到了這個預告，大概可以拼湊出這一部戲，其實有點黑暗，對不對？所以我想先來請問，先問溫大哥好了，你自己覺得亞出戲，你對亞戲的題材有乜嘅感想？兩擺走了，明天一起去樂園啊，應該說是。客家電視台這個比較在題材上面內容啊，比較勇於嘗試的，就很深入探討一個真的很黑暗，很黑暗。三個小學生，對，小學生胎年常常就不知道小孩子在想什麼，所以這一次這個客家電視台突破這個努力突破這個題材限制，從小孩子的觀點去探討三個家庭那個親子之間的關係。對，三個家庭的問題。那我想請問嘉怡，你自己在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，你看到這個劇本，看到這個題材，你的想法是什麼？我剛開始看到一起去樂園，應該覺得它是一個溫馨的家庭喜劇，或者是談小孩子的夢想、校園青春劇。結果一讀完就怎麼會這樣子？但是它很有趣的是，這個題材它在裡面有很多人跟人之間的關係，比如說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間、同學之間的關係，然後小孩子跟爸媽的關係，然後爸媽自己本身的關係，對，然後也有爸媽跟這個社會的關係。沒錯，我覺得這是一個蠻豐富的劇本，很豐富的劇本。然後其實偉玲他基本一來到呢電視台時，有一些嘅合作。因為同外地戲第度看到的用的有一些冇乜嘅共用，本人是非常的，你知道，很漂亮、很甜美，但是在戲裡面感覺就是一個非常賢惠的角色。對，其實我也沒想到，其實客家電視台第一次找我演戲是這樣的角色，就是其實是年齡上是差不多的，可是他必須要承擔很大壓力，而且他帶了2個小孩子，從小到大基本上是獨立撫養他們找。
他们长大。没错，亚美黑眼亚哈熊爱问的问题，其实这2位女演员，显问6位女演员哈，2位女演员其实都很年轻，但是你们演的角色，第一个维玲演的是一个单亲的妈妈。对，然后嘉怡演的是一个40几岁的妈妈，40几岁的妈妈，然后有失去过一个小孩的妈妈。对，其实不管是年龄还是生活的历程，我觉得跟你们本身的经过应该都差很多，很远，是很远的，超远。对，所以在一开始接到脚本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个部分是很困难的？对于母亲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当然他的陈勋奇这个角色，他的生命经历也非常的艰苦，因为他有一个小孩曾经意外走掉，对，然后再生了一个小孩。那因为这个意外，他在重大创伤之后，他有恐慌症的这个状况，所以他是一个在承受非常大心理压力的妈妈。承受很大心理压力的妈妈，因为某天一张声音，然后她又会在历史重演。对，其实我看的前3集，我前3集看完了，我就是从头到尾觉得这个妈妈到底怎么了？很疯狂的妈妈，很疯狂的妈妈，因为她从头到尾都在哭，对，从头到尾她没有停过，而且我觉得她的思绪是混乱的，是，她的脑袋里面都在想她的孩子，是。我有非常真切的感受到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非常真切的。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的状态就是一直像在溺水，就是好不容易他可能又出水了，然后抓到一个浮木，然后他又会被他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他自己的幻想给在淹没。没错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在里面勋奇遇到的困难。那维玲在里面丽文这个角色，对，你还丽文嘛？就是在剧中，我觉得最难的是，就是刚刚说的，我有2个孩子，然后一个6岁，一个10岁，然后有孩子就算了，我承受压力是从小到大我不停的躲债，对，就是我的世界里就只有这2个孩子，我赚钱，然后完全没有别的休闲娱乐，没有旁边没有人啊，然后我在剧中没有家人的帮助，完全没有，就一个人带2个孩子到大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，好辛苦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她的眼神透露出来一定是就是单纯，比较是有希望的，对，然后有亮点，真的，对。但是我要隐藏这个东西，因为在里面丽文不太可能有这个东西出现。英雄董城有一个段落是你要在跟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钱，你在跟家人借钱的时候，我整个超级就是觉得，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可以无助成这个样子？对，因为在剧中呢，其实丽文一开始她是一个对爱情非常憧憬的女孩子，所以她才会跟吴宗翰饰演的傅志良结婚。对，然后没想到生完孩子出来，大概到孩子3岁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然后其实她的父母亲是反对他们2个在一起的，所以等于是完全切断跟家庭的关系，然后北上，然后抚养2个孩子，所以他很多年时间是没有跟家里联络。而且这个妈妈的形象，我觉得跟维玲本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你过去有演过任何就是像这种？就是非常贤惠，然后非常就是你知道头发非常的朴素，妆也非常的朴素，衣服也是非常的朴素的角色，因为我觉得你好时尚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没有应该我到现场其实拍那部戏，我整个已经放弃我的装扮了。对，就是因为已经变成。我都觉得有点像是师姐，就是头发扎得很干净，因为我要照顾孩子，我要我的职业是自助餐，我不能有任何头发掉到菜里面去，所以就是很干净。然后我说腮红你也不要帮播了，就这样子吧，我就已经整个放弃。然后我的鞋子永远只有2双在替换，然后就是拍了3个月嘛，你好像也是。没有，我意思是说我的鞋子就是永远就会旧旧的，然后很平那种踩在地上平底鞋，完全一点时尚感都没有的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差很大，而且我听说啊，丽文这个角色本来其实嘉怡你去试镜的时候，我试镜的时候其实是试这个角色，对，可是我觉得不对啊，你本来就是勋奇，你不要去试丽文。我们2个很想要交换角色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我也觉得，对，他也觉得他有那个就是
你可怜媳妇的样子，我就觉得我应该也还对爱情有点憧憬，这样，然后我也想要演看这种比较悲情、对苦情的，对台湾阿信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一定有疯狂那一面，我很想要尝试看看，就是疯的那种。对。但是为什么就是勋奇还是勋奇？对，威廉不对，嘉怡还是勋奇？我没有问过导演啊。对，当然就是说。他就是有一种疯狂的感觉，然后我看起来很神经质，对，有一跟那个角色很像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看起来可能就有哈嘎那个女孩子的那个勤俭婉约的感觉，坚强婉约的感觉，又有坚强的感觉。对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有吃到对呀，出去懂其他冇啊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同还有分享哦。此时的人不是你，被网友骂得快抬不起头的人也不是你。强坤都唔知解痛苦，你上过奥斯卡哦？哎，强坤兄哦，你怎么跟唔关心奥斯卡？为什么会有你？我为什么要生下你啊？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是良人失踪，就是骗了钱人跑了。你去甲强势不引头去收脑，因为很老眼都天天下去。阿伟都报复唔掉，搞不就他妈你做嘛？爱朱迪阿爸长没那个老哎，犯你阿爸做个太油。小凯，你不准来找我，不然我就永远都不管你了。小凯，我不要回去，你不要管我，你走开啦！你唔开耶，你别走开！老点的，这样哦，小凯长我喜欢榴莲也不卡了。妈妈真的对不起你，非你做唔做的事情，就会靠本父之流。妈妈没屌丝。哇，演的真的好压抑哦！这一篇叫做广告的压抑篇，真的很压抑，而且在这么压抑，而且有时候情绪这么的重的状况底下，你也得很爱讲行话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吧？懂困。你们应该头摆就冇讲过行话，听可能都很少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，身边完全是零。就都完全是生活在没有客家人，只有捷运有听到客家话的。对，那个好像一茶对，所以大家对客家话的熟悉度都很少。然后包括其他的演员张翰还有林丽菲，他们都对于客语都没有，对，都不是客籍演员。所以我觉得温大哥的角色应该非常重要。李阿白就做这个戏嘛，然后他们，你看他们多厉害，那个不是内行呢，讲客家话，然后还要能够跟我们对手，对，然后那个该角色啊，该角色啊又那么沉重，对，所以他们真的很不简单。嘿呀，故事我们想先请问嘉怡，你去你学行话的时间啦，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，或者是学了很久觉得很痛苦、快崩溃？我觉得有那种 O 的音都很难发，比如说爱怎么样，或者来转来这种都很难发。可是我觉得其实你们都讲得很好哎，有吗？我看的前3些，其实虽然有一些听得出来不是很生疏，可是我觉得已经学得非常好了。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的来，还有那个 tail 拿的 tail 那个 l， 还有你对 zell， 还有那个你的那个你，对。其实很多连客家人都不见得可以发得很标准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对，那维林呢？维林自己学客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我突然想到，我可能是因为我会广东话，然后他们有一点相近的复合音，像 oi、loi 这种东西是一样的。对。可是我突然想到呢，我们在讲青 sale。青 sale， 我很担心的时候，一直发不出来那个 sale 音，然后我们的客语老师他说，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英文的 sale， 卖东西 sale， 你就记得我们的笔记上面都有注音符号，还有英文，对，还有一些奇怪的那个符号，所以各式各样的拼音都有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客语对你们来讲好像都已经克服了耶。
我们应该可以去考客语初级，初级应该可以。而且听说就是戏剧里面的客语指导还邀请大家一起去配音，对，哪来？明天一起去配音，对，明天一起去配音，对不对？故说破的戏做得好合法，还做得把好戏呈现给大家，对，把好戏呈现不够比客家的乡亲朋友。所以我接下来要来问一下温大哥，温大哥呈现了非常多的你客家天狮头的戏腔。对，给观众朋友，那包含古风少年也有，已读不回也有，其实还有很多。这个应该是里面最黑暗的一出。俩白走俩这一次做这个戏呢，他那已读不回，他虽然是有他黑暗的一面，对，拍5天嘛，这一次这个俩白走比较长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刚刚才跟他们讲说，好不容易脱离3个月，现在一听到他的声音，他演我老婆了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对，但是你不太满足，有这么美的老婆还不是很满足，难怪我会生病。对，这个生病的人固然很辛苦，但是陪在旁边的人更辛苦，也很辛苦，更辛苦啦。韩哥，但是我觉得里面蛮好的，温大哥其实福利蛮好的哦。这个谢谢。这么跟两位按内讲，因为温大哥在戏里面啊，他有就是除了有一个美丽的老婆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个外遇的对象，而且超辣，非常辣。这个讲一句香港大叔的话，有压力。有什么压力？有压力。哪一方面？夹在2个女人中间，对，有压力。所以其实这个爸爸，这个丈夫，还要就是背负着你知道外遇的那个罪恶感。俩白走俩算是补教界名师啦，对，俩角色算是事业相当成功的。可是因为其实我是这个3个夫妻里面最爱老婆的。怎么说？但是老婆有刚刚那个嘉怡有露出一个疑惑的脸，每个人爱的方式不同，对，爱的方式不一样。因为呢，头一个挑一张神经的喜态，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再把这个小孩子再生回来，对，所以真的我们做到这件事情，可是后来就感觉到他好像把后面那个小孩子当成前面那个小孩子，对，他等于是生病了，所以虽然我很爱我的老婆，我很爱她，可是那个距离却是无比的遥远，就是2个人虽然在一起是夫妻，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不过那个心里面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了。但是我觉得薰琪是把老公看成是把郑雄看成是他的天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前面薰琪遇到的困难，因为我看了前3集，薰琪遇到小孩不见的时候，他的慌张，都是在郑雄一出现的时候，全部都倒出来了。是，对，他是一个薰琪非常相信的人，然后因为他陪过他走过一段很长的忧伤，对。所以你觉得薰琪的忧伤，它是病吗？我刚开始在读剧本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角色在戏剧上有个设定，就是想说点马，这是一个疯女人，对，他就是有一个恐慌症嘛，然后他会放大很多小事情，只要跟小孩有关的事情，他都会特别的紧张，然后特别的有控制欲，所以我就去 Google 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疾病，但我觉得在我再次的读剧本跟在拍摄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，它其实不是一种病态，应该说它是一个爱的方式不对，然后他执意的往他觉得是那样的方向走，所以我觉得他是爱错，他不是生病，对我来说。我们的制作单位也很用心啦，就在读本阶段，前面还没拍之前就又有请那个心理，邓慧文医师，专程来跟演员来聊一下这个家庭里面的有关于很多的那个状况，控制的或者是放纵的，对，溺爱的，或是小孩子的心理问题这样。对，所以要了解非常多的感情，人与人相处之间的问题。然后维林也是，丽文这个角色，她虽然看起来都是里面最冷静的，在小孩不见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是家长里面算是很冷静的一个。
然后都觉得所有事情以和为贵，我们相信警察会好好的处理，甚至还可以安慰别人。对，其实某一部分，其实我觉得是丽文的自卑感，因为他们两边的家庭都太，对我来说，对有钱，然后其实是完整的，因为他们的父亲的都在。就是另外一半都在，你都一个人。我对拍戏的时候，我都是一个人，带着2个小孩子，可能有时候只有我女儿在身边而已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家庭是最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他们，在笑什么？我真的觉得我的家庭是最没有问题，除了我的老公很有问题之外，就是我没有夫妻之间每天吵架的那种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我的家庭的问题是在我跟小孩的沟通，我完全没有在聆听我孩子的声音。我只是觉得我要赚钱养他们，让他们吃饱温饱就好了。我后来发现，原来我们这个也是最大的问题在。对，其实很多家庭普遍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爸妈觉得孩子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其实薰琪在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段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薰琪跟我的小孩小凯，他相处的方式都是我给你我觉得你需要的，但那个不见得是你想要的。比如说我们有蛮多在家庭或者在超市里面的。就是我会问小孩子，你今天要吃苹果还是番茄？小孩说番茄，说哦不对啊，你没有喜欢吃番茄，苹果比较健康，所以我今天帮你买苹果。然后今天晚上你要吃空心菜还是狗力吹，喊黑风吹？小孩说风吹，哦狗力吹比较好。对，或者是你要加一件外套，你会冷，妈妈我不会冷，不你会冷，你要加外套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冷，但是小孩并不需要。其实也是安利普遍偏向沙菲安利做的看到的事情，就会爸爸妈妈太过于爱小孩，太过于关心那个声音嘞，所以给他的太多他本来觉得他不需要的东西，那他可能会失去他本来想要追求的，对不对？鼓手啊，田公益 Q 哈 Hero 演曾经懂青菜，韩国做的反映懂得不卡迪度的事情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和同大家来分享。轉到歡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總演員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喺度同大家來紹介下架電視台12月12號愛來播出嘅田公益鄉下來去留言咯。其實也出戲啊，真係係有一些嘅誤案，唔過咩反映呢？懂得安利沙菲紅嘅問題。在這麼多黑暗的劇情裡面，其實每個家庭都有對小孩，就是一定會有一些衝突。對，那鄭雄這位補教名師跟小孩最大的衝突，我李正雄，是瞬間上升，號稱是這個補教界的有名的省長。對，那你知道周省長哥最怕的，就是小孩子共法療，黑嗎？講說謊這件事。所以那個因為小凱給說謊這件事情，害我的事業整個都毀掉、崩解了。所以更糟糕的是，我想是個父親對女兒其實都像對待前世情人一樣，其實是只有疼愛，沒有不忍心責備。可是那個小凱的一兩句，這個謊話就感覺到這個做父親的不好受。所以那一場在家裡面的那個衝突戲，天哪，演得好過癮啊！你有沒講？那個情緒整個升高到最高點，連小孩子的那個對張力也都非常的夠。對，應該知道像鄭雄的女兒小凱，她的演技是她應該是戲份最多的孩子，對不對？在裡面，我覺得他的戲份非常多，而且很難。他應該戲精吧？他有一點壓抑，但是他表面很甜美，是個千金，就是個天使，但裡面住了一個惡魔的靈魂，真的好可怕。然後其實對，在小孩子裡面，他又是扮演一個主導者的角色。我是去策劃，我發動這件事情，我要來挑戰。果然是補教明星生出來的孩子。所以我老補娘有討論過這件事情，就是說那個小孩子在爸爸面前。給東他都不敢，
不敢表现他那个另外一个比较黑暗面、恶魔那一面。所以爸爸就 always 就是小天使啊。对。结果到后面真的看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承受。吓人，真的。所以这是一场很严厉的冲突戏。那丽文也有一场很严厉的冲突戏，而且其实是动手的。对，在剧中第一次打我小孩巴掌，我一直觉得。不管你打哪里再生气，绝对不能打巴掌，那是一个尊严跟信任的问题。安维林就是不会打小孩的巴掌，他绝对不会打屁股，但绝对不能打脸，我觉得。然后刚好那场戏就是，一方面我被他爸爸，就是又欺骗了一次。其实我不爱他了，我一点不爱他，我纯粹跟他继续生活在一起，其实是为了我2个小孩，真的是只是为了那2个小孩。然后再一次我又被他欺骗，他又骗了很多钱，那个学生的家长都来讨债的时候，我儿子看到了，他看到我跪在地上求，可是隔一天我竟然发现也是共法疗，他欺骗，原来他去帮我先生偷钱偷东西。然后原来发现，就突然发现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距离怎么突然拉得这么远？他已经不是我熟悉中的那个父子了，我的小孩。对，所以在理智濒临那个断线的边缘的时候，我就赏了他一个巴掌。对，拍了很久。这也点出，这个戏试图要去讲一件事情，因为现代社会，你讲谁呢做不得大。这我们的处罚不能太过分。对，那个小孩子现在又越来越早熟。对，所以现代人现代家庭，然后对亲子管教的那个问题，这部戏要有很深入的探讨。对，这一面也非常的写实。还有，我觉得在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，我们常常在看戏的时候，有可能你看到声音的破的戏，会觉得说，这个小孩有点假。但其实我在这部戏目前我没有看到是假的，你知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午休的时候会传那个手机的讯息，你知道那个简讯的讯息那个文字毫无违和，就是小朋友会打出来的字，而且你知道还会有一些错字，我真的觉得设计也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好真实哦，就是我们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既然明天一起去乐园，我们是在讲家庭。那有一些很黑暗、有冲突的部分，其实也有一些是很欢乐的，对不对？正雄不卡有吗？欢喜的时间应该有一些有欢喜的时间吗？温馨的时候，温馨的桥段。这部戏聊错了。讲真的太悲惨了。不过有一场戏是我们在板桥火车站拍，然后那个是一个父女之间的一个温馨对话的一个戏。那个戏本来第1个月就要拍了，就不晓得为什么往后延了。它大概就是讲，它里面是真的是唯一的一场温馨的戏。吕正雄跟他的女儿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独处，因为平常都是他对妈妈带小孩，管小孩，妈妈这个藏在这里面。对，难得有一场这个父女能够有一个对话，那个对话大概就是小孩子喜欢吃泡泡水，对，然后在他更小的时候，有一次还因为不小心喝了整罐吞下去，然后送急诊这样，然后头一次这个吕正雄的这个父亲角色就看到他个妈的流目子，就流眼泪，就跟我说没想到阿爸要关心我，我讲这句话，我讲莫用眼光咯，你迄眼个莫，我当然不会关心你结果就好心疼，那个是我觉得这部戏里面又温馨，但是又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情绪在后面。原来我爸爸也会关心我，这对一个小孩来讲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。我竟然不知道我爸爸会关心我。对大人来讲更残酷的是我竟然没有让我的女儿觉得我是关心她的。对，这是一件天哪，好残酷的一部戏哦。那嘉怡自己对孩子跟你的小孩小凯，
一样，我也是只有唯一的一场跟小凯比较靠近的是，我到他房间里面去跟他讲床边故事，然后讲着讲着，我突然觉得，我有一句台词是我突然问他说，哎，听说迄一个私拍的阿妹吼，故说你长老通裤不用多心痛苦，唔敢老爱公司法。我觉得那个是唯一陈勋奇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真的靠近这个小孩，然后想要，我不觉得不管认错也好，或是想要去沟通、去聆听也好，是在那个 moment 他想要走近他，但是可是他又谈话的过程中，他的意识、他的控制又起来了，觉得不行，那我得要帮你安排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所以那我就帮你转学吧。如果你过得不快乐，我帮你转学。可是他并没有去听小孩为什么不快乐。所以其实他在戏里面大家都过得非常的黑暗，大家都在那个戏的情绪里面。刚刚那个温老师也说了，到 Hika 迪度泡给3张耶全部就懂痛苦。但是我觉得维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你在戏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甜心，我有个小可爱阿莫耶，他叫丁玲，对，他的名字就很可爱，就是丁玲。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拍的时候，我又跟傅志勇就是我的先生大吵，然后他会推我，他不会动手，但是他就是有些肢体的触碰。对，结果我拍完以后，那场戏没有丁玲，然后拍完这场戏之后，我走进去更衣间，我发现他在哭，我丁玲在哭，那场戏没有他就抱在他的妈妈身上，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哭？他说他的阿梅就是说他说阿梅被欺负，然后他很难过，他就这样抱在他妈妈身上，就这样抱，然后说他阿梅在哭，然后就突然觉得就是那种母女之间连心的那种感觉就瞬间出来了。哇，所以这个到后面应该拍到大家都产生感情了吧？对，他就是片场的小可爱，就唯一开心的一个小阳光。而且他虽然是年纪很小，我们公开知道给妹演得很好，对，演得非常好，太厉害了！这一部戏真的是演员非常的，我觉得太嘎都周都懂腔懂赞。所以最后我想要请3位用一句话来推荐大家一定要收看《明天一起去乐园》。温大哥先来。一句话讲不完。来知道呢，大家心里面每一个人。新冠底都全就有一个理想的家庭的模样，不过现实社会里，现实世界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如意，所以呢，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做了这部戏，然后希望透过戏剧的方式，让大家在看过那么多的所有的现象之后，能够继续在努力的往前，再往前走。真的是非常多句话。好啦，真心推荐。接下来是嘉颖。每次都要出去是一个有爱有恨，然后有温柔也有残酷，看完会很想家的一出戏。对，从撒哈来是我们的维林。我讲你比较本体的后悔，就是我觉得康哈希乐园那个乐园。我后来想想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初衷，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，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为什么爱对方，然后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你要记得这个初衷为什么，然后一起去把各种困难克服掉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心，这样。真嘅，冇錯。大家聽錯嘅記得，你想要了解愛，想要了解快樂，想要了解溫暖，聽錯嘅數看一部。12月12號禮拜一按部頭8點開始嘅天公爺看下來去樂園，神夢3位來到現場，謝謝3位，謝謝。咩神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聽聽運動先生來做運動了。